你要懂人性，你先能夠活出靈性。你一定要懂人性，你才能够活出灵性。人性入邊有乜嘢？人性里有什么呢？有貪婪，有贪婪，有恐懼，有恐惧，有執着，有执着，有懶惰，有懒惰，有逃避，有逃避，有批判，有批判，有貪舒服，有贪圖舒適，有軟弱。有軟弱。呢啲人性我有晒，這些人性呢，其實我全都有。你必定要懂得人性，你先能夠將靈性顯化喺呢個大地之上。你必須要懂得人性，你才可以把靈性顯化在這個大地上。當你分得出邊一部分係人性嘅時候，你先知道邊部分係靈性。如果唔係，你最美麗嘅靈性係冇可能喺呢個大地上面顯化出嚟㗎。你一直只係幻覺以為我活緊靈性。因為你必須要能夠搞清楚人性是哪一部分，你才能夠分清靈性和人性的區別，你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靈性。否則，如果你不懂這一部分的話，你只會活在幻覺當中。